来看南投草屯的南开科技大学接待一群高中、青年高中的教生哦，特别带这学生去草屯的社区，请社区的阿嬷教因安怎做粿，互因来体验在地滋味。学生是讲哦，过程真趣味，因家己做的粿是 Q 个好食。就是先把这个这样子搓成这样子。台湾阿嬷的好滋味是安怎做出来的？社区阿嬷对上头先的 A、B 开始讲，接落来是烂粿、掺鸭，最后才搁甲粿放去哩叶仔顶，搁放入去笼床，吹湿了后，就有好食的蚵仔粿咯，加上在地的滋味，小介互国外来的学生。我从印尼来，我第一做台湾的芋头饺，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玩，应该是很好吃吧。这届的体验，唔但要互学生接触多元的兴趣甲技艺，更加会当认捌台湾在地的美食文化。透过这个活动，可以让他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侨生，可以更认识台湾的文化。那个柬埔寨的就有回应我说，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刚刚就跟他讲说，但是我们不是用粉，我们是用那种 A-B 就是米浆。台湾的在地文化比较好玩。南开科技大学利用社区资源，安排社区阿嬷甲境外学生交流，学生囡仔嘛感觉真趣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